修理乡公所于112年7月31号到8月5号期间，每天下午3点至9点，于崇德村境内沿岸举办2023的 Gigi 德吉利黄金海岸生活节嗨翻浪潮德吉利活动。现场有精彩歌舞表演、星光主题市集、海洋保育暨净滩活动、射箭体验、水上游憩体验、露天电影及在地任意门装置艺术的呈现。目的在于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加，并一同享受只属于崇德村黄金海岸的生活跃动。县议员陈美莲、代表会主席罗延玲、公所秘书潘美莲及各区代表、各村村长、各部落会议主席、部落组长皆一同到场参与盛会。在这里要祝福今天的活动顺利圆满成功，也祝福大家玩得开心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当我们在走向国际观光的时候，应该是要先重视我们自己本土，我们自己当地，知道我们的文化的底蕴内涵之后呢，才可以做一个好的行销观光。的一些部落的很会一些摊位，其实来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又可以有的吃，又可以参与我们任何这个文化的一个体验哦，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暑期的一个活动。其实我们很担心台风来看到这么大的浪，但是这个浪没有办法浇熄我们心中的热情，所以大家来到这边，尽量的吃，尽量的喝，尽量的玩。在这里再次的邀请大家在这6天的活动里面，可以天天来，天天听我们夏夜海风的声音。在这为期2个月的暑假中，我们规划的这6天的活动内容，希望大家有所感触。本次活动星光主题市集结合在地及本县商家进驻，主要以文创及美食2大类为主题呈现，总计30摊，多样化的商品可供大家选择。且每日举办现场打卡分享领取消费抵用券的活动，面额新台币80元整，每日限额100名。另响应环保爱海洋的政策，于8月1号办理海洋保育讲座及每日的净滩活动。为期6天的活动，现场有太鲁阁族语宣导外，本次邀请众多线上知名艺人、网红、国际优质舞团及在地艺人等，于每日晚间5点到9点安排总计36场表演。请乡亲朋友前来参加活动的同时，维护环境整洁并注意自身安全。秀林乡公所美宣组报道。秀林乡的 Line Edge 官方账号正式上线喽！只要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， 或者在 Line 搜寻 ID， 赶紧加入我们，即可获得乡内第一手消息。还在等什么？拿起你的手机加入我们吧！